首先將雙腳打開，膝頭對第2、3隻腳趾，即係咧鋤頭腳，保護你個膝關節嘅。先吸氣，呼氣由個 hip 個位，即係由個大臼位轉落去，膊頭放鬆，身體係斜線。有磚嘅同學可以手踭墊磚，或者手臂擺落地，先拉長脊椎，吸氣，呼氣放鬆，適應一下先，因為你個內側咧好容易會拉親嘅，慢慢落，再吸氣，呼氣向下壓，身體都係一個斜線，脊椎拉長，保持你個鋤頭腳，伸展緊你大腿內側，吸呼落，慢慢然後先至放低個人，能夠下爬，放地下，雙手墊腳，上返嚟撳住，然後用手收返埋雙腿，呢個安全嘅返回，再吸氣，呼氣合掌。Namaste。